下來繼續是中華消息。最近天氣真熱，卡袂到就超過34度，但是有寵物店，甲這個兔仔啦，甲這個豬鼠，甲這個動物鳥等等的動物，攏關佇室外鐵籠內底。民眾質疑安尼是毋是虐待動物的？業者是發冤枉，講這個室外的通風較好，嘛有加裝風扇甲噴水來降溫。真濟鐵籠仔蹲囥佇咧門口口，吞鼠、兔仔、雞鴨，閣有無共品種的鳥仔，全部關佇咧籠仔內底。今日看飼佇咧雨刮，敢若靠年紀較早咧，中華氣溫飆懸到34度，高溫加上日頭咧曬，真濟民眾就質疑寵物店的頭家敢是佇咧苦毒動物。這樣曝曬的話，有可能危及生命，這是一種另類的虐待行為，我感覺這不可取。不應該讓它直接曝曬陽光啦，這樣有一點不人道。扣點名的寵物店就佇咧中華埔心鄉灣路路一段，真濟動物扣安置佇咧雨刮，面對這個頭家發冤枉。通風啊，這就是你也佇內底，就等翕死嘅。頭家講，甲動物放佇咧雨刮，主要是為着通風。伊講已經到電風，賣佇咧天氣熱的時陣轉做降溫。強調兔仔、兔子是佇咧山裡，無代表着山。對定定叫檢舉是真無奈，嘛講未來買賣兔仔。另外，佇咧彰化市，嘛有寵物店橋發現，甲兔仔關佇咧籠仔，飼佇咧路口。頭家娘講會打報紙砸日頭，就算業者強調市環境無問題，我根據農業部動保資訊講，兔仔無毛管線，袂當接受喘氣調體溫，主要是靠魚影散熱，算是散熱能力較歹動物。氣溫若是超過28度，就可能熱死。埔心寵物店的部分，認定業者設有違反動物保護法，將依法裁處新台幣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罰款。彰化市元彰寵物店的部分，已要求業者立即改善動物的飼養環境。寵物店賣是為性命，飼個環境如愛舒適，若無理由坐干那山，外界嘛是看袂落去。